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&D Channel。踏入11月 TVB 台慶月，今年 TVB 58週年已經落實3部台慶劇，包括熱播中嘅《巨塔之後》同埋《金色森林》，仲有萬眾期待嘅《新聞女王2》。由宣萱、陳偉主演嘅台慶劇《巨塔之後》播到10月最後一日呢，就正式大結局。本來以為緊接嘅台慶劇會係佘詩曼、黃宗澤、李施嬅主演嘅《新聞女王2》啦。不過聽聞由於內地合拍劇嘅合約要求，內地平台要優先播放，所以 TVB 都要作出臨時嘅調動，延遲1個星期先可以播《新聞女王2》啊。咁11月嘅第一個星期8點半嘅檔期就有真空啦。呢一個真空就會由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同埋東張西望嚟填補。根據 TVB 嘅網頁節目表，11月3號開始，東張西望將會喺晚上7點半播足1個鐘，去到8點半。而原本8點播嘅《愛回家》就會順延到8點半播放1小時。金色森林就繼續喺晚上9點半播放，冇受影響。由於《新聞女王2》會喺11月5號優酷網站開播，所以壓軸嘅台慶劇《新聞女王2》會喺11月10號喺翡翠台夜晚8點半首播。《新聞女王2》係由優酷同埋 TVB 聯合出品，鍾澍佳擔任監製同埋執導，佘詩曼、黃宗澤、李施嬅、高海寧領銜主演，其他演員仲有馬國明、夏文汐、譚俊彥、陳曉華、鄧智堅、龔慈恩、蔣祖曼、何廣沛同埋吳業坤。呢套劇延續2023年《新聞女王》嘅故事背景，製作團隊斥資搭建實景，還原 SNK 新聞部，仲喺深圳、香港兩地取景。全劇喺2025年嘅7月26號殺科。《新聞女王2》全新一季故事講述文慧心離開咗 SNK 之後，加入咗劉艷所創辦嘅新媒體公司公開平台。佢同效力於 SNK 新聞台嘅古少華同埋張嘉賢繼續喺新聞報導領域上面展開競爭。文慧心喺新興嘅媒體領域之中，依然保持住佢嘅新聞女王地位，令到 SNK 嘅新任總監古少華都要記佢3分。至於張嘉賢，雖然順利升任 SNK 電視部副總監，但係始終受到總監古少華嘅掣肘，難以實現自己對新聞事業嘅抱負同埋理想。佢最終毅然跳槽，加入新成立嘅新聞機構，同 SNK 同埋公開平台形成3強鼎立嘅局面。最後講下今輯嘅賣點。除咗上輯嘅原班人馬之外，今集加入飾演 SNK 新任總監古少華嘅黃宗澤。佢會同佘詩曼飾演嘅文慧心、李施嬅飾演嘅張嘉賢喺新聞界上繼續展開鬥爭，而喺政府新聞處擔任要職由高海寧飾演嘅許思晴，因而會成為各方爭相拉攏嘅關鍵人物。另一焦點落喺今輯新加入飾演 Man 姐神秘養母 Pat 姐嘅夏文汐。夏文汐為咗配合角色設定，會以一身女強人裝束亮相，散發強大氣場，霸氣十足。據講，今輯嘅劇情會揭露佘詩曼飾演嘅 Man 姐原來係一名孤兒，夏文汐就會飾演佢嘅養母。Man 姐亦都因為養母嘅關係，先成為新聞工作者，所以養母呢一個角色都相當重要。劇中2位演員將會上演連番惡鬥，而今次亦都係夏文汐首次同佘詩曼合作。好啦，今日我嘅分享就去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鍾意呢一條片嘅，俾個 like 我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